咖喱嘎嘎马布隆，吉米亚嘎咕。我们今天继续练习阿美语书写系统母音发音练习。今天要讲 U， 英文字母里面的 U， 在阿美语书写系统里面发音 U， 嘴唇为圆，它属于高元音。在这里要特别注意一件事，就是2005年阿美语书写系统公布的时候 O 还有 U 这两个母音并没有被区分得非常严格，导致于常常会被混用。好，现在我们继续开始练习我们的单字。ulat 血管 ulat malafut ku ulat malafut ku ulat malafut ku ulat 血管破裂。第二个单字 footing 鱼 Alihai ku patikelan ni aki a footing Alihai ku patikelan ni aki a footing Alihai ku patikelan ni aki a footing Aki 钓的鱼很多，这里要特别声明 Aki 是人的名字，当我们在写人名的时候，第一个字要大写。第三个单字法务从 Alihai ku法务一定呢 Alihai ku法务一定呢Alihai ku法务一定呢，这里很多从。好，这是我们今天介绍的 U 这个母音可以放在词首、词中、词尾。ulat 它的 U 在最前面，夫定它的 U 在中间，法务它的 U 在最尾端。所以 U 这个母音它可以放在词首、词中、词尾。我们的母音部分就已经全部介绍完，那下一次我们要继续介绍的是子音。